昨下晡4点外，台北市联合病院前院区的护理之家逼出有员工上班时间伫咧食毒。一名37岁这病院委外照顾服务员，和医护人员发现讲，伊上班的时阵呢，失神，鼻啊有白粉，怀疑是食毒品。报警察调查了后，警方呢，伫即个涉案的查甫人身躯顶敲到其他名，伊也承认讲上班时间有食毒，目前已经解解除聘请，院区也正在进行全面的清查。有没有在用毒品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一验我就知道了。接到病院通报，警员赶去现场，一名穿青衫的查甫人面对警方问话，态度坚决，讲无食毒。你厉害。想也知道放哪里。涉案查甫人的鼻仔内残留白色的粉仔，一直讲无试毒，也毋过抗识别证的袋仔内方发现毒品 K 他命。侦讯犯嫌为院方委外赵福元，于胸前识别证卡套内查获第3级毒品凯他命1包，重量1.1公克。洪了的37岁姓陈查甫人有毒品前科，职业是照护员5月初，伫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的护理之家任职。昨日下昼4点外，互院方通报，伊伫工作的时精神无集中，鼻仔内有粉仔，怀疑伊食毒。报警处理嫌犯到案了后，该讲承认上班期间有试毒。该员已离职，仍在院区并全面清查护理之家环境安全。嫌犯涉毒行为，亲像是头一摆顶摆互发现，嘴仔片拢有粉仔。北港院方表示使用过敏药，即摆搁试毒，互当场抓到。病院照护员伫上班中食毒，若影响工作表现，拄到严重个案，对医护人员的职场安全恐惊拢是危害。我们在照顾的现场，其实有很多的状况的变化，那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的冷静和稳定。包括你的移位，它是有一些标准的程序。喂饭的时候，你要这个移动的时候，其实它都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状态。顶日，台北济源者也出司机后困小藏毒，即马各有照护员涉毒互逮捕。家长表示，伫聘用阶段加注意，求职者身心状况，也建议朝健检兼监督的方向强化照护员的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